主后2024年1月14日，撒利教会主日礼拜。大先咱来听读圣经，列王记上卷第10章29节。所罗门王的财富甲智慧赢过天下诸王，全世界的人拢想要来见所罗门的面，听上帝赐予伊的智慧。因大家带进贡的礼物，就是金器、银器、衣服、军器、香料、马甲骡，逐年拢有一定的数量。所罗门王有建立军队，战车1400台，马兵12000名，安置因伫遐顿战车的城，甲耶路撒冷王遐。王统治的期间，耶路撒冷的云亲像石头遐济，片茶亲像山坡的酸菜树遐济。所罗门的马拢对埃及甲科威进口，是王的生理人对科威照市价买来。对埃及进口的战马，逐台大约7公斤的银，战马逐只大约2公斤的银。所罗门的生理人嘛经手将这个出口卖予希人甲叙利亚人遐个王。弟兄姊大家平安。圣经的写作有时阵是非常高超综合性的作品，亲像列王记看起来伊是历史编写国家史、民族史、国王史，毋过伊的编排也毋是大细项代志拢记。国王的生平也无写讲伊伫时出世，伫时过身偌几岁，结果是记伊在位做王几年。记录的方式嘛较先用条列式的编排，毋过多少也用故事甲伊串联，互咱咧读的时阵袂过头大扫无味。圣经有历史有文学，毋过圣经上重要的，伊是一本记述人甲上帝以及世界的信仰故事。这是用信仰的观点来看世间的人甲代志。咱伫即礼拜读圣经、听讲道的进度是列王记上卷第9章到第10章。大先咱来看分段。第一段是第9章的第1节到第9节。上主第二遍向所罗门显现。上帝第二遍向所罗门显现，大约是伫所罗门王伊做王的20外年，因为所罗门伊起好圣殿王宫，大约是用20年。迄时也是所罗门伊的国力上界强盛的期间。上帝应允听所罗门献殿的祈祷，总是伫遮也有但书，就是第4节讲，亲像你的老爸大卫伫上帝面前心顺全所做所行，正直遵行命令，接受上帝的规例甲命令，上帝就会坚固甲大卫所立的约。总是也讲，因若去杀上帝去服侍偶像，毋但圣殿会受毁坏，而且因也会遭受一切的灾祸。第二段是第9章第10节到14节。所罗门用20座城抵押予希兰王。
说文伊去做圣殿甲王宫所需要的高贵品样茶、香树茶甲金是太尼王希兰供应的。毋过，这个材料人工运金，说文也必须爱支付。迄时说文可能资金不足较晏，所以就将黎巴嫩地区有20座城来做抵押互希兰王。毋过希兰王看这个城了，并无介意，就称遐个城叫做加布力，意思是无价值。咱若参照历代记录下卷8章2节，就知后来当所罗门伊财政较健全以后，就将这个城赎回。第3段是第9章15、19、28节。所罗门王除了重大的建设，亲自去做圣殿、王宫以外，伊也加强几项个要紧的所在军事设施，亲像耶路撒冷的城墙以及米罗哈瑟、米吉多甲基色城的这个设施，其中基色城是埃及公主的嫁妆城。所罗门也有去坐军事基地，佮加入以色列军队，伫以前毋捌有的即个战马的战车兵的部队。若是原无属以色列人的迦南人，所罗门强迫因做强制劳工。所罗门也固定每年3遍举办王家的献祭。这3个时间的点有可能是伫包过节、五旬节和大了节。搁一点就是所罗门王甲太尼王有做合作，组织商业军队出海去做贸易。第4段是第10章第1节到13节，示巴女王来拜访。所罗门王伊的智慧富强，通用示巴女王来访做代表。示巴女王看到所罗门王的一切，圣经讲，就规个人拢眼去。伊称赞所罗门甲伊的人神以及俄罗上帝，佮甲伊所准备贵重的礼物送互所罗门。所罗门也回赞礼物互示巴女王带转去。照伊索比亚的传说，示巴女王就是因古代的女王，也甲敬畏上帝的信仰传导转去伊索比亚，成做非洲头一个信上帝的国家。第5段第10章14节到29节，咧讲所罗门王的财富。所罗门王伊的财富有正贡得到的，万纳税所得到的，还佫有是来自希兰王甲伊做合作的商船贸易所得，以及买卖战车、战马、军火所得到的。所罗门王伊的王宫，迄个宝座是用象牙按金打造的。黎巴嫩林宫也放200面金做的大盾牌，甲300面的小盾牌。伊王宫用的器具拢是合金做的。伊的好景甚至银伫当中是互人算做是并无遐尼价值。所罗门王伊一生最大的成就，亲像第10章23节所讲，是伊的智慧甲伊的财富赢过天下诸王。列王纪上卷第9章到第10章
对咱有甚物种诶价值。咧讲到着做选择，选择会改变命运。咱伫昨台湾举行正副总统大选甲国会立法委员的改选，咱透过一票一票的民主投票，用选择来决定咱台湾未来至少4年，甚至搁较久长的命运。无论咱做出甚物种的选择，拢会影响着咱甲决定咱将来的命运。其实毋是干那安尼，咱看圣经的中间，以色列人因选大卫王朝做因的王，王的选择也决定因的国家甲民族日后的命运。上帝也前后2摆显现互所罗门王知影，拜列伫伊头前有2条路，简单会当选择其中的一条路，看是要服侍上帝得到上帝的赐福，还是要服侍偶像自造祸患。后礼拜咱会读到，起初所罗门伊是专一伫敬拜上帝，毋过后来伊想要做伊家己就也要拜上帝，也要拜偶像，进一步就互伊的国家渐渐沉沦、行远分裂，甲慢慢衰败的命运。咱每一个人伫无共款的位置，咱所做的选择也会影响甲决定咱的咱是毋是会无相像？有诶选择只是影响咱家己，毋过有诶选择会影响到家庭、事业、工作、人际关系，毋过有诶会影响到伫社会、国家甲世界。咱教会也阁无偌久要改选中职，新任的中职上款也会影响决定伫教会未来的运作甲发展。上帝爱所罗门留意，莫靠说伊的祈祷，上帝拢会听。有壮丽东方的圣殿，上帝就会永远甲因同在，赐福伫因。罗马游园是决定伫究竟因是毋是有专心信靠上帝，还是马马虎虎，还是去拜偶像，这会决定因的幸福甲命运的走向。若是你咧，你会做出甚物款的选择甲决定？伫遮嘛咧讲到着经营，特别是管理甲理财。所罗门若用今仔日的角度来看，伊可比是一间超大型公司的创办人兼经营者，伊是一个管理大师，也是理财高手。伊甲家己的王宫甲国家看做是事业体伫经营，而且拢真成功。以前有讲过，伊原本较双零的这12个支派同盟，当所罗门甲伊改做12个全国行政区，变成做中央集权的君王制。所罗门伫宗教、政治、军事甲经济，拢有雄才大略的经营策略甲方式。伊也用国家的资本发展贸易、商业，搁擅长航海经营生理的腓尼基人泰尼王合作，扩展以前完全无识海上的贸易，像是大胆做军火生理的买卖、战车甲战马，透过管理理财、有效经营，就快速累积财富，
也互国家富足富强。说文也诚侪当当是中间伫中东新崛起的一方强国。虽然伊捌一时阵因为资金不足，甲加利利地区20个城做抵押，互泰尼王希兰。毋过后来当伊有能力到遐个时，搁甲遮个城赎回，这也是危机风险管理得控。咱活伫世间难免的，咱也爱为着生活生存奔波走撞。上帝交托互咱管理世界，咱大先爱会晓管理咱的人生。学习经营，并毋是无属灵，是透过管理甲理财来荣耀上帝，嘛要互人得到利益。经营本身是中立中性的，介在咱怎样套现来运用。第三，讲到着智慧会当造福万世。说文虽然是一个超级大好业人，毋过伊留互世间上界大的宝贝，并毋是伊的财富，是伊的智慧。圣经用示巴女王亲自来见证所罗门的大智慧，满心欢喜讲：我伫阮本国所听到你的事迹，甲你的智慧，拢是真的。本来我毋信遐个话，到我亲目看到才相信。人甲我讲的也无事实的一半。你的智慧甲你的富足，超过我听到的。说文的济智慧有一部分留伫圣经传说箴言、坦勒书甲雅各书是说文的作品，咱会当去看去读。遮有教示人安怎敬畏上帝，甲保有真的智慧，也有人情世事、做人义理等等，流芳万世。路加福音第2章5-20记载，耶稣的智慧甲年岁若加天，上帝甲人若疼伊。智慧若加天，得到上帝甲人的疼惜，无论是对所罗门、对伫主耶稣，也是对咱，拢通适用。智慧是会当造福万世，值得咱学习、甲追求以及使用的。愿咱会晓一生敬畏上帝，选择行伫蒙福人生的道路，也做一个好的经营者。无论是管理上帝交托互咱的职权，还是做金钱财富的好管家，也互咱认捌上帝追求属灵真的智慧，互世间也要因为咱来得到福气。咱做伙来祈祷。阿爸父上帝，阮献上祈祷感谢，互阮台湾的选举伫昨顺利来完成，也选出阮理想中的总统、副总统以及遮个国会立法委员，也求主你看顾帮助伫阮台湾继续行伫民主、自由、富足的道路，也诚做世界的祝福。我嘛感谢主，互阮伫今仔日透过伫圣经所罗门伊怎样做一个好的经营者，也伫伊的智慧来造福万世。也常时阵，互阮知影，阮无论做甚物种的选择，也拢会影响到伫阮现在甲未来的命运。求主你也帮助，互阮伫即个世间也诚侪一个好的上帝管家来看顾伫你赏赐阮的家庭、教会甲社会，阮伫你面前献上感恩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。
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于到万世，代代无煞。阿免。